行情后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11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日开始来关心劳动部劳法署发生公务员行底路的事件，前北分署长谢依荣洪指控涉嫌伫工课场霸凌，而且滥散用公款送礼，专案依照贪污治罪条例侦办。今日翻点过，伫半暝1点外，谢依荣奉上申报地检署复讯，北分署社控的主管是以10万块交保。也若伫拄则上新的消息。检察官透早5点已经甲谢依荣申请羁押禁见，也若10点，劳动部嘛召开记者会，对外公布这一个案重新启动调查的调查报告。头拢无讲过，今仔透早1点外，新北市调处甲劳动部劳法署经北分署长谢依荣移送地检署复讯。分署长有没有图利厂商啊？还是觉得很无辜？谢依荣除了涉及职场霸凌，另外还佫被告发滥用公款送礼加过度装修办公室，为就伊现况的北分署科室主管，获申了10万交保。霸凌案逼在1个月嘅检调昨分做22路，所查劳法署北分署加谢依荣徛家顶所在，到会谢依荣等23人。他现在做这么坦然面对，还蛮平静的。应该看你讲的是什么事情啊？对，我应该还好。这件代志，互大家注意，政府要安怎解决霸凌的问题。新任的劳动部长洪新汉捌提出4大改善重点，包括完善申诉制度、和公道多元化等专职的调查机制，强化职场霸凌防治教育的训练，建立劳委追踪监督机制。不管是那个定专法就是或者是在我们的目前的治安法定专章，或者修几个重点条文，我们都没有排除，还在收集国内外的相关资讯跟广大专家学者的意见。原则上就是我们下回会期希望能够有这样像是那个草案能够送到立法院去做处理。职场霸凌要安怎防治？职安署讲不排除要定专法。怎么将这个建议相关法制化的作业，要并伫明年5月底进行，提出相关草案。因若劳法署所传出的职场霸凌事件内部的调查结果，上紧伫今仔日就会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内乌一对母仔囝哄骗超过1200万，伤过物质想袂开，警方对查发现有10个车手涉案，已经抓到9个啊。专案小组全力对查，要挽过秋田，继续抓出诈骗集团的源头。伫台北市内有一对母仔囝被诈骗了，想袂开自杀。这个穿白外套、24岁姓王的男子，就是伫8月底甲因收100万的车手，昨尾暗伫高雄抓到。另外一个18岁姓谢的车手，即日新竹抓到。2名车手，均供称系由脸书的这个网页征求这个收款的工作。其余3名的在逃的车手，我们已经都锁定身份，会积极的来抓捕。追查总共抓到4个车手，这对受害母仔囝。伫 FB 误信假投资，甲所有钱拢赔入去了，又搁去抵押厝，总共互因骗1200万。最时期报案，警方调查了，发现有10位车手涉案。昨早起抓到2个，一个人被收押，一个人5万交保。尾暗过抓到2个，扣掉因为另外案件伫加加倍，还阁有一个也未抓到，也毋过死者损失的钱，毋知互因开倒去啊。督部特群队专门要抓的，也是早期案件。这个不法集团因为犯罪手法，是行骗被害人家己地上平台，讲只要提钱来注册，就当有正好的利润。受害者有81个人，拢是美国人。那诈骗集团会使用即时翻译软体，英文同时对应到中文，与被害人进行聊天。无分国籍、职业、各行各业拢有人被骗。台北市现代接到6个人报案。被骗的手法拢是假投资，受害者包括大学的老师、市场摆摊的、行课的商理，总共的诈骗金额要到6000万。其实透过警察的一个宣导以及行库的一个拦阻，事实上来讲效果有限。我还是要麻烦这位大众的这些家庭成员持续去了解自己的家人是不是有受骗的情形。涉案的诈骗集团也未拢抓到，警方将会继续追查，不排除受害者会搁再增加。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今日各地早暗较凉，北部、东部水气有较高。咱来看温度。
今仔日基隆北海岸宜兰有局部地震雨，大台北山区、花莲、台东云嘛较高，而且有13雨。其他所在今仔日是好天到济云的天气。也来下暗到拜五，这方面的水气会增加。桃园以北、宜兰、花莲有地震雨，新竹、苗栗、台东嘛有机会会落雨。也那今仔日日时会回温，北部、东半部高温有24度至26度。也那中南部的高温，今仔日有27度至28度，是感觉小落暑时的天气。也那中南部是日时暗时温差较大。另外，要提前乡亲下暗开始，东北季风增强，温度就会开始下降。天气安尼无稳定，当下病毒的疫情即马看起来是有较降，就医的人数虽讲平顶礼拜有减2成，也毋过也是有21000人次，而且阁有一个当下病毒重症的案例，是出事敢若5天的红婴仔，伊去为着刻刷机 B3型，是今年上细汉的个案。这一例是目前今年的8例里面是年纪是最小的。他到医院就医之后呢，医师是诊断疑似败血症而收住到加护病房，确定是这个克沙奇 B3型的肠病毒的感染，是有包括脑膜炎、心肌炎，以及有这个肝功能异常，还有血小板下降和凝血功能异常的这些重症的情形。一个出事5天的红婴仔治疗了后，即马家在已经出院，也若感染源即马正在调查。疾管署是统计讲，今年累积8个当下病毒的重症，其中有6例拢无满1岁。医生就呼吁讲，若是囡仔直直困、意识无清楚，而且吐袂离、心跳阁变紧，爱赶紧无排除是当下病毒重症的表现，家长就爱赶紧甲囡仔送大病院去治疗。甲乡亲，咱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伫昨昏通过要整定中华大学的意向案，按算伫明年要向教育部提交计划书。中华大学是上届挖进新竹科学园区私立的大学，未来伫遐会设清华边防科技园区。由半导体学院升进驻，再个整合公部门，也有企业，要串联规个新竹科学园区的科技区域。来看联合报，投资人当冲的交易证交税减半优惠措施，今年底就要到期啊！立法院伫昨昏经过调解协商，已经达成共识，决定要采用行政年的版本，要延长到2027年的年底。上紧伫这个拜五就要送立法院的院会来商讨。继续关心中国时报，控诉控3花莲大地震，花莲市的1级经华大楼即将有6栋建筑物受损害是真力真严重。国土署有建议讲，爱全部拢拆，也毋过县府甲搭拢无任何的动作。民众是烦恼讲，总讲地震过来，恐惊会规个倒去。县府是回应讲，因为目前伫花莲也有182件大红单、大黄单的建筑物爱处理，因无人无卡手，真欠，所以已经拜托中央来斗相共拆。昨昏是世界人权日，总统赖清德和立法院长韩国瑜昨昏就做伙去参加亚洲民主人权奖的颁奖典礼，而且2个人齐做过，也阁有真侪互动。有媒体就报讲，赖总统有当面感谢韩国瑜代表台湾，于明年1月去参加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的就职典礼。一人总统府是回应表示，咱代表团相关的作业即马也在规划，等有确定了后，就会向国人报告。咱伫港台出席活动，总统赖清德一个落车，看到立法院长韩国瑜，都向前握手问好。2个人伫场内坐做伙，阁真侪解真热情，讲甲袂得煞。有网络媒体报道，赖总统阁感谢韩国瑜要代表台湾参加明年1月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的就职典礼，阁祝福伊一路顺风。不过韩国瑜互人问到这件代志，并无加讲。院长不代表出席川普就职吗？总统什么时候跟院长联络就职典礼的？有确定会去了吗？好，谢谢大家。对这件代志，特朗普回应，目前代表团相关作业还搁伫规划，听候确定了后，会正式向国人报告。韩办是回答尊重总统府的安排甲宣布的时间。
2005年，美国前总统小布希就职的时阵，当时担任众议院长李元铁带团出席。2009、2013年奥巴马就职典礼，由当时立法院长王金平代表，嘛开始由国会议长带团庆贺的惯例。不过2016年，川普就职的时阵，当时担任立法院长的苏家全，因为立法院延会处理众议选案，该派前行政院长尤锡坤做祝贺团。但是2020年拜登选赢时阵拄到疫情，南方由驻美前代表萧美琴出席，佮头一届得到典礼特别委员会正式的邀请。让持续紧张超过半年的朝野关系获得舒缓。韩院长不仅是不二人选，当然也是最佳的人选。这是赖清德总统的一小步，也是未来有更多可能的一大步。我们敲定1月21号是会期的最后一天，所以大家只要按表操课，那要善用朝野协商的平台。那如果这样的话，韩院长要代表总统的使团出访，那我们当然都觉得只要议程安排得当，那这些都可以来支持。国民党立委表示真赞成，因为若是赖总统指派韩国瑜去美国，就会当缓解朝野紧张关系。民进党立委是讲，目前重点是爱伫会期内顺利处理完众议选案甲人事同意权案，相信府方会做上适合的安排。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宣布，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投配协定对即马开始生效。面对全世界面对即马供应链转移、乌克兰战争，也有以巴冲突这地缘政治的影响，要来稳定台美双方的经贸关系。行政院长台昨昏，伊嘛有去参加双总的座谈会，工商界拢表示肯定，嘛呼吁讲 FTA 自由贸易协议嘛爱赶紧签。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头一批协定为2024年12月70正式有效，包含5大议题，简化一般性通关加进出口贸易流程，提高法规定出透明度加公众参与，共同打击贪腐，维护市场机制。另外，方便咱国服务业者去美国申请，共同提供中小企业更多资源，进入美国市场的商业机会。这是台美关系发展上面非常重要的一天，也证明彼此都走在正确跟相同的道路上，会加深彼此的合作，深化各种的连结。很多的自动化，很多的通关，给予特殊的这个待遇哈。那我想这绝对是个好事。那我们更希望这个 FTA 能够尽快的能够来产生哈。那有很多的这个关税上面的问题。双总表示，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头一批协定，便利双方贸易绝对有帮助。不过影响贸易的都是关税。未来美中贸易关税大战，台湾产品要有国际竞争力，都是要避免关税一直起。另外，针对中国对 AI 晶片厂回答提出反独占的调查，经济部表示有掌握所有供应链变化状况。回答大概卖到中国的东西都是在台湾这边制作的哦，所以那个大概没有一些正相关。我相信他们应该都有一些应变的方法。那如果需要政府这边给予协助，政府非常乐意来帮助我们的台商。在去这场行政院甲商业领袖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代表也提出63项提案，其中3项牵涉到甲中国的贸易往来。科技部嘛呼吁政府两方爱国交流，经济商业模式才有法度运作，建议以旅游优先。伊转达行政院长杜英台回答，苏式并无禁团令，因为已经开放1000多团去中国，希望对方原来当对顶开放。记者综合报道。罗马尼亚总统大选，红质疑讲受罗西亚用大量网络口罩来操作网络，第四民调调查尾的极端保守派候选人尾进入决选。也若前几日因的最高法院是裁定第一轮的投票不准算，全部拢爱自头重新办理。也若咱台湾嘛要讲，受中国利用网络来影响咱的选举和政治，甚至呢最近各有亚述讲中国透过收买咱台湾的网情来进行统战。这个代志嘛引起各界讨论。罗马尼亚的民众认为这场总统选举有问题，因为伫咧民调统计当中，支持度真低，立场搁瓦罗西亚的极端保守派候选人交吉苏果，11月24首轮投票却抢到第一名。根据情报解密资料，怀疑可能是罗西亚介入选举，但是交吉苏果否认这件代志。Este practic
根据罗马尼亚的情报显示，选前交给苏国的网络声量向欠悬，是有几千个网络口罩为伊宣传，互人质疑是罗西亚介入影响选举。最高法院初六宣布，因当咧举行的总统大选停事无准算，原地初八要进行第2轮决选，要全部定来。这款受境外势力影响的情形，台湾也拄着中国技术透过网情，要改变台湾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对，他们是网红嘛，对他差不多是十几万的粉丝，个别差不多在这里这左右。那我们可不可以重点请几个比较高的，不然跟他们另外补助一些船票还机票？过去有台湾网情北京翕影片，互观众知影中国是安怎透过买收网情统战台湾。有学者指出，像安尼透过意见领袖传播中国好的面向，可能会影响台湾民间对中国的看法。透过这样岛内这种资金提供给这个红线，然后来去培养一寡政治性的网红，然后讲一寡中国是介意想要去传播一寡观点，然后来去带风向。来影响咱台湾的舆论，对于中国来讲，伊买台湾可能比拍台湾更小。当你有这些喜爱之后，它是可以某个程度去淡化掉，他对中国政治的那部分的认识的，等于你接收到比较多这些中国的比较美好、容易接收的一面，你就会对他的印象。某种程度是比较好。学者讲，中国的统战做法一直在变化，为以前官方媒体的宣传，到达透过网情影响台湾。学者建议政府应该立法，有必要的时，通调查网情受岛内的金流，敢有中国的资金介入，甲资金来源透明化。记者阮郑准由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咱的友邦海地，那亲像有一个乌多大的，怀疑讲伊的后生会破病，拢是因为背后有人用腐化的做法，所以下令大屠杀，造成太阳城180个人互台死、互杀害。因的政府即马表示会全力来追查凶手。海地政府伫咧催告谴责一场正无人道的乌邦大屠杀，百姓看到家己徛起火棍，为车被放火烧，有的是并甲车底向天。但是发生去当阵，真侪民众机会款款的就想要走，因为讲遮正恐怖，袂输敢若地狱。Dans zone là, mes images chez nous, et dans zone là, au bout de tout, c'est comme ça va aller commencer. Ensuite après ça, on a caille, on a des bails dehors, on obligé croiser. 有几多位非政府组织讲，受到太子港西部沿海太阳城地区，顶礼拜日有要甲200人被杀死，大部分拢是老大人。原因是有一位乌邦的老大菲利克斯，认为伊的后生保护军宗教信徒用武术武甲破病，才会发动攻击。总理菲艾美讲，野蛮的行为正残忍，联合国也正关心谴责暴力，希望海地当局彻底调查这件代志。The Secretary General strongly condemns the continued gang violence and the loss of life in Haiti, reiterates once again his pressing call to member states to provide the multinational security support mission. 海地人权团体全国人权捍卫网络讲，这个帮派人夜大细基督，连续伫咧初6到初72天，看到4大人就抬。也那菲利克斯的囡仔已经伫咧初7死亡。太阳城是太子港人口正多贫民区，也是海地上散且暴力情形上严重的地区之一。这件案件发生了，海地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讲，会全力追捕并且消灭所有的凶手。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因为南韩总统尹锡悦发布戒严的风波，南韩的国会通过叛乱特别起诉法，要任命常设特别检察官来调查尹锡悦。因为初7对尹锡悦第一届弹劾无过，即马是因为执政党无投票无通过。即马在野党打算12明仔载阁要提出弹劾案，而且14要表决。南韩的总统尹锡悦伫初3暗时10点半向发布全国戒严令，引发混乱。上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初9提出叛乱特别起诉法，透过任命详细的特别检察官调查尹锡悦是毋是因为戒严制造内乱，有犯叛乱罪。经过法制司法委员会批准了后，初早交付国会表决，以210票赞成、63票反对、14票弃权通过法案，而且尹锡悦无权否决。
然后查到同一天，南韩检方紧急戒严事件特别侦查本部，就以涉嫌和温室外合苗发动内乱做理由，向法院申请抓前国防部长金良显。在检方继续调查期间，毋但温室外，还有首任警察厅长、警察国会警备队长甲陆军特战司令官，计共5个人都获限制出境。 5분 10분 전에 내란 수계 피해자 윤석열 씨는 출국 금지 당한 거죠? 예, 그렇습니다. 南韩国会初次对温室外的弹劾案表决，执政党国民力量离场来抵挡，不过安德秀有关留伫议场内底等待表决。伊接受法新社的专访表示，因为伫投票进前党团无予温室外敢会落台的答案，所以伊敢会当选择投赞成票。 저는 민주당 그 의원들을 위해서 투표를 한 게 아닙니다. 국민들을 위해서 투표를 한 겁니다. 当讲另外一名执政党的议员金瑞智是伫党团离开了后，搁再转来加入表决。虽然最后无达到法定的人数，提出弹劾无法度通过，不过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共同民主党12会搁向国会提交温室外的弹劾案，并且按算14搁再进行表决。公司新闻沈录培编译。 政治不稳定的，阁有叙利亚。叙利亚的反抗军因到阿塞迪的政权了后，即马有上万的叙利亚人赶紧去专门关于政治犯的家角去找找因的亲人。叙利亚的反抗军3解放组织进入塞德纳亚家角，几6间笼仔拢关女囚犯，反抗军一间一间解锁开门救人。反抗军车牌攻入大马士革，结束阿塞迪家族50年长的高压统治。 军队甲非政府组织、白头盔，阁有大阵的民众，加当工找到赶去专门关政治犯的塞德纳亚家角。9月第1天放400人，这位富人人讲，10年前政府甲伊讲，伊的小弟已经伫家角内底过身，不过伊唔相信。 塞德纳亚感觉是阿塞迪关异议人士的主要地点，自来名声就真臭，也正做阿塞迪暴政的代表。关的对象无分男女老幼，对牢房的3个物品来判断讲，这间牢房关真济囚犯，环境是真恶质。这牢房设计亲像迷宫共款，除了地面的牢房，阁有真济是藏伫咧地底的通道，而且拢有设密码锁。 地下感觉是目睭睭无通风，甲方阁会以各种的酷刑来刑求犯人，也表囚犯互相折磨，互犯人生不如死。搁在调查组织指出，塞德纳亚感觉每一个礼拜有数十名囚犯互处决，对2011年内战开始到2016年，互杀害的囚犯有13000人。There were torture reports, summary execution, mass graves. And people come here to find any sign of their loved ones. 反抗军伫家角找出大量的文件，证明有家角的官员，佮有囚犯的相关资讯，是救援犯人的线索之一。为着赶紧找到伫地底的犯人，反抗军甲民防队利用简单的工具来挖通道。就伫咧反抗军进入大马士革了后，阿塞迪的总统府甲官邸拢互民众总入去抢劫。我才发现阿塞迪的官邸有40只贵酸酸的名牌车，包含变速、劳斯莱斯、兰博基尼等等，敢若是一只法拉利 F50，价值就强要1亿的代票。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今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 叙利亚反抗军即马因到阿塞迪的政权动踮阿塞迪家族半世纪的统治。法新社即马就报讲，有一个美国官员伊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和7大工业国集团 G7 的领袖会伫13个山顶会议顶悬，来讨论到叙利亚目前的局势。 继续关心联合国的人道事务单位今仔日表示，南苏丹的水灾已经造成893000多人受害，而且超过24万人有路无厝。苏丹的内战已经20个月，嘛造成几万人死亡，几百万人有路无厝。非洲东北部的这个国家，即马是真凄惨。来看印尼。 印尼的人口有2亿7500万人，选民这么多，因的地理位置头尾阁要差5000公里。大概举办全国的选举，拢要用真侪时间才有法度完成计票。印尼伫11月27、11月底是有举办地方选举。因的内政部即马表示，各大已经有28个选务人员伤过忝头才过身，大部分拢是因为过劳，无就是心脏病夹起来。
镜头等下来台湾来关心8.1的早起，在平湖的乌西乡红路粪扫掩埋场倒起来大火烧，因为风咧吹是烧超过20点钟，一直到昨昏才甲火拍花。这场火灾有造成4架粪扫车、1架资源回收车烧了。平湖有8成的粪扫拢是假处理的，县府即马赶紧向中央讨救兵。因若高雄是成功，因会伫今仔日送2架粪扫车去平湖支援。经过一天一暝，初10下晡，掩埋场已经无明火，怪手开始入劈乌。消防员伫边仔转水降温。暗时粪扫车要倒的地点，赶快嘛要转水，避免伊阁烧起来。这场火，互消防员有够忝。大火伫前一暝是搁较明显，火势延烧超过20点钟。平湖本岛5个消防分队的队员拢总停歇，每4点钟换班一摆来拍火。平湖县乌西乡红路粪扫卫生掩埋场，技术粪扫塔甲产生坑气，引起火灾，风势搁大，互掩埋场规个是大面积在烧。12月9日，本局共派遣21车53人，10日共派遣11车20人。那相关起火原因正由本局火灾调查科调查中。火灾甲清洁队所属的4台粪扫车、1台资源回收车、2台山鸟和1台沙坡车，拢都烧甲干那剩架啊！为外手上有山鸟对讲机受损。乌西乡马公市找到规工，找10个顶半工，因为火灾停收粪扫，因为平湖县8成的粪扫拢载去东地台，官府紧请中央斗3工。采购的话也要1-2个月吧。会来支援一阵子吧，网要重盖啊，那临时办公场所可能调货柜屋啊，怎么样的先来支援啊。官府讲，毋是正方面这边，阁有所在让掩埋粪扫，初10后半工，粪扫正常清运，派去的设备场迄修理差不多要4000万，要经过采购定数。短时间内掩埋场无法度发挥全部的效能，高市府伫11会派2台粪扫车坐船去平湖来支援。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山路丛仔有一只拖拉机，可能是无甲车道降落来。在经过天桥的时，这货柜伤悬，去弄着天桥，影响交通。货柜无做好，无固定好势，警方讲要开红单，也若弄歹天桥的部分，市府嘛讲爱赔。车顶专线的车驶真紧，就通过路口，毋过一只货柜拖板车技术车道无降落来，直接弄到行人路桥，货柜随落伫涂骹，弄一个砰一声，附近的店头佫继续发生爆炸。就听到一个巨响，我们以为什么东西爆炸，冲出来一看，怎么货柜掉在地上了？那个路桥常常被撞啊，都是货柜的啊，因为都已经超高了啊。车早透早大约8点，56岁姓陈的男性驶货柜拖板车由台湾大道7段往海线方向驶，经过沙勒区文昌街口附近，因为车体总悬度悬过行人路桥限悬的4.4公尺，才会造成这个交通意外。虽然无伤亡，不过互行人路桥阿门头落来，车辆顶各种涂骹佫一空，交通一时乱糟糟。警方认定驾驶在会不无照规定做好势，会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法。诚然载运货物未依规定专载稳拖，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30条第1项第7款，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以下罚款。经检查桥梁主要构件如大梁、桥面板、支撑及墩柱等，所幸并无位移或破裂、变形等状况，仅有梁底轻微水泥剥落及铺筋外露，受损轻微，因此并无立即危险之虞。后续将派工修缮。建设局派人到场检查受损的状况，确定行人路桥主体结构并无变形、破去或者是甩位，无马上的危险。敢若底部的阿门头落落来，佫有箍筋显现出来，后续会派人修理，也会向行为人求赔偿。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镜头来立法院。立法院伫昨昏审查司法院正副院长甲大法官人事动议权案。司法院长被提名人张文珍、洪志基以进前废死的立场上过明显，所以伊对死刑的态度嘛变做立委关心的焦点。也若司法院副院长被提名人要立明，就互在野党质疑伊的政治立场改来改去。变去
你说你是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专业，忠于自己的良心，但是这样的变来变去，我被动的被柯文哲邀请，我被动的被施明德邀请，我被动的被赖清德邀请，我甚至于被动的参与新党选举立法委员，没有一个是我主动，所以不是变不变的问题，而是我没有把任何人当做一个国立法院长韩国瑜当年参选高雄市长毛翠怡，否认家己是政治变色龙。立法院专员委员会采集审查司法院正副院长加大法官人事同意权案，因为姚立明抹插无共政党，变作调亚立委关心的焦点。所以到今天为止，您心中认定的是中华民国，没有错。我认为中华民国没有人可以否认嘛。所以你没有所谓的。你没有所谓变色的问题，没有问题啊！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才是一个我们要面对的宪法问题。民众党立委陈昭珠这个姚立明伫主端故意嫌红衫军的经历，不过姚立明回应红衫军是社会运动，后续争议无参与。但是司法院长被提名人张文晶较早互人认为废死立场明显，立委关心未来对死刑遵回的态度。全体的国民没有权利知道你在这个重大的基本人权保障的议题上面的想法吗？你的想法是什么？这个议题的想法就是我们应该要尊重宪法法庭的裁判。国民党立委杨庆英是质疑张文晶未来是不是会推杀终极废死？张文晶回应，这不是上级别的议题，死刑符合宪法，不过必须严格予以适用。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是关心张文晶对在野要修宪法、诉讼法的立场。张文晶表示，这个法实施较无2年，已经有国内外学术研究，认为效能有提升。希望立法院会当予宪法、诉讼法更较侪机会。二是立法院要搁进行大法官人事同意权的表决，而且会搁有调野的攻防。记者综合报道。进前有民众去做医学美容，诊所医生甲麻醉尾也煞成公司。卫福部是表示，按照规定，规身躯的麻醉注射一定要有麻醉专科医师伫现场，若无会当罚2-5万。台湾麻醉医学会就强调讲，伫麻醉的医学内底，并无困眠麻醉这款讲法。安尼讲会防去无重视麻醉的风险，所以嘛建议民众要做手术进前，拢爱确认现场敢有麻醉科医生。有一个爱死的人为着拄着面的尿痕甲斑点，会去煮煲尿酸。不过，之前有民众到医美的诊所做电波牛皮，疑似麻醉了后死亡的事件。有部分民众咧选择医美的时，更较细致。可能会爬文吧，就是看大家比较推荐，然后就是没有局限，就看大家的评论这样子。对啊，还是会去做医美。未来如果有需要，还是会做。对，女生嘛。你当下如果有合作的大医院来急救的话是最好，如果没有的话，一定要有麻醉科医师。民众的烦恼不是无原因，因为卫福部公布的特定医疗技术检查检验医疗仪器施行或者是使用管理办法，简称特管办法的规定讲，全身麻醉的静脉注射应该由麻醉专科医师专程在场执行，中度或者是轻度的镇静麻醉是无一定要由麻醉专科医师执行，不过医生要受过麻醉镇静训练课程，来确保病人的安全。也麻醉科医生也提供民众自保的方式。询问一下你的麻醉医师，他叫什么名字？好，他的麻醉专科医师字号。另外，你可以请你的麻医出示他的这个职业登记证以及专科医师证书的相关的这个文件。如果是有这个25条做这些项目，然后没有麻醉科专科医师，那他就是用医疗法第103条去处罚这家诊所，5万以上25万以下。台湾麻醉医学会发声明强调讲，麻醉医学当中无私民麻醉的这个词，这种人喙火的讲法可能让人轻视麻醉的风险。卫福部也呼吁民众，一旦到医测会官网查这间医美的诊所是不是通过美容医学品质的认证。那诊所对医师的简介登录不实，也根据医疗法相关罚25万。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全教总伫昨昏公布今年10大教育新闻，答班林牛岭是排第1名。全教总是正不满这个政策，讲这个政策增加校园也个第一线老师的压力。也阁希望学生囡仔确实爱林牛岭来补充钙质的当时基金会是表示，咱台湾囡仔逐工食钙质是拢食无够，所以支持政府这个政策爱继续，只是爱检讨配套就好。
全教总甲年度金理奖颁予会教育界出来的农业部长陈俊贵，讲今年推出的班班林青岭是错误的政策，强调政策无看到对酪农的保护，煞敢增加各校的乱象，年品保青配送，直接造成教师的压力。就是对于现场教学的扰动，今天也接到农业部还要召集各县市，这样一个错误的政策还要继续做。全教总嘛不满农业部11月份表示，每年学校无勉强参加这个政策，认为真无负责任。不管是要甩给学校来做决定，或者是稍后有可能又有什么这样的决定，其实都一定是把学校跟教育人员推到风口浪尖来，这样的情形应该是要马上停止。不过，较早一直促成班班林青岭政策的党史基金会是一直讲，学生囡仔需要补钙质。国民营养调查发现，我们的孩子这个钙质长期不够，然后我们的乳品摄取量也不到1份，钙质在学校里面说3份，几乎没有学校达到。基金会讲，日本的学生囡仔逐工啉青岭，韩国的学生囡仔啉青岭是政府出钱的，台湾一礼拜才啉2届，已经输予别国。佮讲青岭甲补救岭营养成分正共，若是啉本土能源应该继续供应，不过要避免增加老师的压力。也许我们的运送时间讲好，厂商愿意来帮这个忙，资源是争取来的。这样一个好的政策，一定要鼓励上路，不能让它缩水或倒退路。农业部刚才用文字回应，感谢各界的指教，会好好检讨精进。讲李亚伫各界的印象是脚踏实地，农业部会坚持这个精神，持续精进政策，为台湾的农民做代志。记者综合报道。老港食头路爱注意安全，上下班若是无细字出车祸，也是做工仔人伫工地无细字摔落来，这个拢算是职业灾害。为着要互民众知影发生意外了后，要安怎申请职业灾害补助，要去倒位做复健。卫福部即马有专工翕影片，要教劳工安怎使用政府的资源。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严重，未来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复原。没事啦，你没听过拍断手骨电动用吗？影片内底阿文因为做工课无细力，互机器伤到，后续透过职业灾害专服员的协助复健，后来顺利转去做工课。这是劳动部翕的宣导影片。劳动部职安署表示，希望透过影片，互民众了解，若是有职业灾害，政府有提供专业的服务人员，通协助劳工复健，申请补助，面对困难。活的时阵，伊毋知伊要安怎。经济上啊、心理上啊、医疗的方面啊，有要登去做工课无？啥物时阵适合登去做工课？职安署表示，职业灾害分做职业病、职业伤害2种。亲像营建业这款风险较悬的工课，因为接伫较悬的所在做工课，骹手上接受伤，甚至有可能会摔落来。若拄到这款职业灾害的案件，职安署就会整理提供职业灾害的服务，帮助劳工来了解。针对这些权益部分，先该做一个说明，然后有一寡法律的规定，先互伊做一个保障，互伊了解一下，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一直来关心关怀。职安署表示，若是发生职业灾害，因会协助劳工申请补助，找适合的复健资源，嘛会提供心理上的支持。另外，宣导影片当中的演员嘛有分享家己在做工课时受伤的经验，嘛讲伊是因为翕即个影片，才知影有职业灾害的资源通申请，伊认为帮助真大。发生的事情就是自己在训练的时候，虽然有专业的指导、武术指导在旁边，但是还是有受伤。就我自己是肋骨去撞到，就是差一点点就断掉。那目前其实还会痛的状态。职安署嘛强调，职业灾害各行各业拢有可能会发生，就算是去上班的过程出车祸，这嘛是职灾的一种。呼吁民众发生职灾意外，通找政府斗3工，安尼就通早一日回去到工课场。记者张家嘅王兴忠台北报道。在地新闻来关心，台北大巨蛋举办世界棒球杂志竞赛，也有办演唱会，提供一个精湛的场所。即摆呢，台中和中华嘛，讲因想要去大巨蛋来带动地方的发展。台湾得到世界棒球杂志竞赛冠军，掀起棒球热。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日前建议中信球团伫台中起大巨蛋，更加符合棒球比赛使用，也会当分散台北大巨蛋的人潮。民众是看法不一，帮助附近带动一些经济上面的成长，然后还有像演唱会也可以进来，还有运动赛事也可以在这里办。北部的话，对我来说就够了，对。
步就够了。对。台中市长卢秀燕甲中华县长王惠美不约而同，伫咧9号拢释放出要规划兴建大巨蛋的消息。台中预计需要200亿的预算，甲6至10公顷的土地。目前议员伫咧盘点，预计伫咧卢秀燕任内完成选址。中华是选定伫咧中华交流道附近的地区，而且呼吁有地缘关系的中信甲美全球团投资合作，会再额外的帮台中市做一个大巨蛋。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中信金以及味全集团能够回到彰化，跟我们一起打拼，我们一起来孵蛋。体育学者认为，中南部确实有兴建大巨蛋的营运空间。若是以国际赛事考量，甲台北大巨蛋分别担任主场馆甲热身场地来讲，2粒大巨蛋之间的车程袂使伤远。另外一个场地距离大概超过2个小时的车程就不太合理了。那中部地区的话，跟台北的交通间距相对是比较接近一点，所以不管是人潮的流动、交通的安排，跟相关的可能带来的商机，我会觉得中部的考虑会比南部好一些。聂超林强调，台中甲台北车程大约2点钟，加上是人口第2大城，交通设施普及率高等优势，确实有兴建大巨蛋的本钱。但是建议规划包含赛事、商演等多角化经营策略，才会当避免盈利。记者台中报道。嘛是要带动地方发展，这是交通部观光署有导入146班找5个专业的老师，去辅导新竹的12条风景区，伫遐发展观光品牌，因是利用在地的农特产，规划出在地特色。美丽的湖，佮加上西头山景色，这是高梅乡的12条风景区，为了推动在地观光发展。今年在地商圈特别以农村旅游体验，找专业的老师以当地农产品做主题，设计出各种的 DIY 行程，协助地方发展观光。峨眉乡的这些乡民不管是这个中老年的或者是青年人来学习，那延伸到今年，我们是希望能够传承下来，所以是所谓的职人培训计划，让真正的这些工艺跟这好的这些绿色生活的应用。能够落实在我们在地的人，他可以来做出一支像这样，然后再送给你，或者教你怎么做，那你就可以变成一个 DIY。然后再来，主要是说他因为是亲手做的，所以意义是非常的不一样。亲手家己做的纪念品，更加有温度，也当让观光客对当地有感情。这几年台湾不少民众拢选择出国佚佗，影响国内观光发展。交通部观光署参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今年就投入146万，找5个专家也是老师，辅导12条风景区建立家己的观光品牌，利用家己的优势，发展出属于地方的特色。新的旅游体验的部分那我们就针对生态旅游还有身心疗愈这些主题旅游，我们重新来打造包装，那跟我们的观光产业链结合那希望国人也可以来这边走一走那也不一定要一直往外跑了。到日本或到一些其他的地方，他们都会强调手作，因为手作才会带着感情。然后这边又是用在地的这个植物，加上最近5枚的宽湖步道嘛已经准备完工，在地人相信，时到会吸引更加多国内外观光客来这佚佗，希望未来会当甲5枚地区打造这一个国际观光的景点。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世界棒球12强，咱台湾摕到冠军。即马台湾上勇这条歌已经是代表咱台湾人的团结。中华职棒协会的会长蔡其昌，伊最近就伫网络顶端表示讲，伊要甲台湾上勇这4个字甲印做存啊。因过上勇的上字字，毋是写台文的正字。即马就关心台语文和目友，也有台语专家，希望会当甲这字改过来。世界12强棒球赛，台湾摕到冠军，替选手加油的歌曲，台湾上勇嘛庆红起来。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前几日有表示要甲台湾上勇这4个字印做存啊，这嘛引起关心台语文的民众学者注意，认为运动爱写正确台文字。书法家陈世贤嘛亲笔写大字印冠上这个字的台文正字，有台语学家解说这2字的差别，认为台湾上勇才会当解说是台湾上厉害的意思。你讲啊，得奖的人是毋是徛伫上悬迄位？第2名徛伫第2坎的。咱上勇就要徛伫上悬的，所以迄个是上就是爱上悬的。你甲写咧
迄个即摆因请唔到迄个上啊吼，表示是腰会使，所以你若讲上课吼，意思是腰会动。另外，还有侪侪台语火车文拢用中文冠四写阿嬷，毋过应该写做阿嬷即字才对。有网友就发起阿嬷正名的运动，还有另外昏头卖乱弹，应该写做昏头卖乱弹，这是正确的。台语路协会认为台湾会出现这个无正确的台文字，这甲台湾人习惯用中文华语思考有关系。读了后，听起来就知影讲哦，原来迄是。昏头卖乱弹，譬如讲安尼，所以代表讲大部分的民众，第一因会晓听讲台语，第二因读汉字是用华语的音去读，所以才会有足普遍有这个台语火车文的这种情形。台语路协会呼吁政府应该趁这个机会，让大家认捌正确的台文字。台语专家罗光成嘛讲，目前虽然教育部、文化部拢咧重视台语正名，不过嘛望其他政府部门会当来使用，让社会认捌正确的台文字。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昨天是世界人权日，陈南榕基金会伫高雄历史博物馆举办陈南榕特展，透过历史文物，要让大家了解陈南榕这个台湾民主运动先辈的生命故事。有人说，明天太阳还是会升起，所以把想念写成9岁的诗。陈南榕的查某囝陈德梅，甲思念爸爸的心情写作诗，伫咧七十世界人权日即天放送。陈南榕基金会伫咧高雄展出100趴言论自由、陈南榕甲自由时代特展，透过6个展区的大数据，用杂志、画等等的历史资料，互民众了解台湾戒严时期对言论自由的期待。一寡较有地势，还是讲对民主向往的人哈，他就被台湾的这辈的戒严就受到了伤害，甚至丧失了生命。韩国因为着戒严这个代志，大家愤怒加上街头的时阵，咱嘛是爱思考讲台湾的民主自由，咱现处是咱是要安那来甲伊守护。这摆特展呈现当年自由时代杂志社去互政府禁止出版的传票、甲采访手稿等等的历史资料。陈南榕的看手叶玉兰表示，这是头一摆将陈南榕的展览办伫咧高雄官方的博物馆，互本土的故事会当大声讲出来。让大家能够诚实面对心中的恐惧，也不要害怕面对冲突，因为就像当年1987年。郑南榕以及他的朋友们在做228平反运动所举的标语一样，诚实的历史，健康的社会，唯有诚实的把过去发生什么事说出来，我们的社会才能够健康的往前迈进。延续陈南榕基金会台北的特展，这摆结合高雄历史博物馆，会展出到明年4月，5万民众做伙来守护真无简单得到的民主自由甲人权。记者柯昭阳高雄报道。早起看世界，咱来关心有一寡动物学家结合电脑甲人工智慧专家对声音资料库去分析。伊是发现讲，枪会用无同的叫声去显别只枪，而且佫有专家嘛发现讲，猩猩是赤卡西那，因会去找特定的食物来治疗因发烧，无就是互细菌感染的空喙。对动物园到非洲的大草埔，像枪这种叫声，会使讲是常常听到。不过科学家佫发现讲，若是低频率、正低这种轰隆的声，毋但会当传去真远的所在，佫有可能是包括个别枪专属的称呼。研究人员在放送声音资料库内面，有一段特定的录音档，一只叫做玛格丽特的母枪，就会用打耳仔的方式来回应，其他的枪听到是拢无得甲插。虽然讲学者甲大，阁无法度找出讲到底是录音档内面的对一段代表个别枪的称呼，但是已经会当确定讲，因伫群体内面都是用这种方式去叫特定的同伴，亲像公枪和母枪之间要找拍证的时阵，就是安尼。That elephant will respond or come up to her or whatever, and so that sort of indicates that they have a means by which to communicate who they want to talk to. 动物的智慧是毋难的，各方工人含人类上相共的猩猩，和科学家发现讲，因会用古早人形容食饱草的方式，找特定食物来治疗伤病。He was observed feeding on this plant for 13 minutes,
And then he continued chewing but stopped swallowing and put the plant sap from his mouth precisely onto the wound. And he repeated this behavior for 7 minutes. 科学家找出生生锁定的10几种食物，交互生化实验室来分析，结果发现讲，这食物提炼出来的精华，有的会当杀菌，有的会当退烧，是大自然的药房。公司新闻施家人编译。天气报道在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是28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6度。外岛15度至23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